紹呢個頌缽咧，就係叫做 A 井二相對低音嘅稀有品微心輪嘅中 size 18.5cm， 重量只係有600G。你如果中意呢一種稀有嘅 size 啊，再加埋呢個微心輪啊，你就可以聽埋呢個落去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咧店主咧係比較真係好少咧會出到一個 reels 呢個短片咧，係會介紹微心輪，因為以前入嘅微心輪咧，我自己私有一個咧係咁細個 size 咁係非常之細嘅 size， 薄身輕身嘅。咁如果我淨係講點解佢會稀有咧，咁係因為第一佢個體積其實算係好細18.5啫，同埋佢好輕啦，佢輕到只係有1至到2mm嘅。咁如果你話有冇其他嘅話，都係 A 輪咧，即係微心輪都係有，但係你會睇到咧，相對咧係真係厚好多啦，所以佢個重量係會再起碼厚多1倍。如果你話用呢一種去敲，然後咧去行走缽咧，咁我覺得呢個重量咧都相對咧都幾重下嘅，仲有多一個咧係都又係呢一種嘅 size 嚟嘅，咁就係我唔建議。所以我主打係佢真係好薄啦，你知我介紹真係薄啦輕啦，就係個音正。咁我而家示範一下，用短棍敲一敲先。佢最主要咧嘅聲音咧係有太陽輪 E4、F4、心輪 F4、微心輪嘅 A 井二係好低音嘅微心輪 A 井二嘅聲嚟嘅。OK， 如果咧你只係就咁擺喺你個心輪敲嘅時候咧，個聲音咧你只係同心輪呢個位咧有一隻手指位嘅距離啦，但係咧 ，oops， 但係咧啲聲咧係會由呢度啦，係遞到上嚟去呢一個位啦，跟住佢就喺裏邊不停打住。呢個係適合咩咧？你真係好中意好靜嘅沉聲，你覺得沉聲咧係俾到你一個好靜心嘅感覺咧？佢呢個聲係跟住又所以一路向上一路就似乎咧就同啱啱所講，我自己感受到佢。